各位網友大家好，喺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 最緊開埋個鐘仔，等個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你。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喺今日公布，以着墨於地產方面，業界大跌眼鏡。喺冇先兆之下，將1億元以上嘅住宅物業交易印花稅由樓價嘅4.25% 調升至6.5%。以一宗樓價1億1000萬嘅豪宅成交計算，加稅之前稅率係4.25%，稅款係467萬5，而喺加稅之後稅率大升至6.5%，稅款增加至715萬，升幅係53%。陳茂波就表示，今次調整1億元以上嘅住宅物業交易印花稅，實際只係影響0.3%住宅物業交易，但係估計可以每年為庫房增加10億嘅收入。由2026年2月26號開始生效，即係聽日。有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今個財政年度去到今年1月，住宅物業交投上升至63000宗，而過億以上嘅豪宅成交個案只係大約200宗，認為相關豪宅成交類別佔比非常低，預計唔會影響整體樓市，亦都表示新措施秉承咗能者多付嘅原則，唔會形容今次係對樓市加辣，政府志在達至開源目的，而又將影響減至最低。認為豪宅係身份嘅象徵，增加幾百萬稅款對買家影響唔大。同時公布新財年將會推出9幅住宅地，如果連同鐵路物業發展、市建局以及私人發展同重建項目計算，合共可以興建大約22000個單位。但係未來1年將會同往年一樣，唔會再推售一般嘅商業用地。另外，亦都公布將會由外匯基金轉撥1500億去到政府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用嚟支持北部都會區同埋其他基建項目。而外匯基金喺舊年就錄得超過3300億港元嘅投資收入，向政府作出回撥之後，基金盈餘仍然較2024年底有增長。亦都認為呢個持有超過4200億美元嘅龐大外匯儲備，對回撥嗰1500億港元影響唔大。金管局亦都表示有信心、有能力繼續按外匯基金條例維持本港貨幣金融體系穩定同健全。但係金管局副總裁李達志喺上個被問到會唔會動用外匯基金投資北部都會區嗰陣時，佢表示投資需要考慮可唔可以提取應急，如果投資係以港元計算，沽售資產亦都只能夠套現港元，可能會加劇市場混亂。而陳茂波亦都提到，政府同埋證監會繼續推動房託基金市場發展，除咗爭取盡快落實將房託基金納入互聯互通之外，亦都將於年內提交條例修訂草案，便利房託基金進行私有化或重組。另外，我哋將會為準備上市嘅房託基金寬免轉讓非住宅物業印花稅。有政府消息人士放風或便利房託私有化或重組草案，將會今年上半年定下具體方案，並且下半年進入條例草案程序。屆時房託嘅回購限制以及注入非住宅物業要支付印花稅等將會獲得鬆綁。另外，預算案亦都全面調高免稅額，例如個人免稅額由13萬2增加至到14萬5，而已婚人士就由26萬4增加至到29萬，而子女免稅額就由13萬增加至14萬。同時寬減薪俸稅、個人入息稅以及利得稅上限係3000蚊，而差餉將會寬減首2季住宅同埋非住宅，上限每戶每季500蚊。而公共財政方面，今個財年原本預測綜合赤字係670億，但係最新修訂預計綜合盈餘29億，計及發債淨收入，並預計26-27年綜合盈餘會達221億。而財政儲備喺2026年3月底預計係6572億。而印花稅方面，受到股票同埋樓市交投暢旺帶動，2025至26年度印花稅收入係995億，按年大增72%，而賣地收入就係175億，雖然低於預期，但亦都按年增加咗30%。而睇返財政摘要，今個財政年度政府嘅收入係6887億6千萬。但係支出係7891億7千萬，實際係有1004億嘅赤字，而帳面盈餘係因為發債收入有1550億，還債516億8千萬，喺1加1減計埋先至會有29億嘅盈餘。如果再發多500億債，就有529億盈餘。另外講返樓市消息，差餉物業估價署喺今日公布2026年1月私樓售價指數報301.4，
按月上升0.5%，指數連升8個月，總共升咗5.2%，創1年半嘅新高，更加係自2024年6月之後重上300點水平。但如果同2021年9月歷史高位相比，樓價至今仍然跌緊24.3%。另外，2025年全年樓價經過調整之後係累計升咗3.7%，而租金指數就報201.1，按月上升咗0.3%，續創歷史新高。本身係屬於傳統淡季，但係反常都可以連升3個月，總共升咗0.6%。而租金指數經過調整之後，舊年全年租金係升咗4%。另外，再有資深投資者接力出貨，有8億鋪王之稱嘅黎永滔，最新以1億0500萬賣出中環士丹頓街全棟商住大廈，位於士丹頓街9至11號，樓高7層，一樓設2個辦公室單位，2至5樓係住宅部分，租咗俾學生宿舍營運商，而地鋪就由酒吧同埋扒房承租。地盤面積係1156尺，總建築面積5742尺。最初係2024年以2億叫價放售，喺舊年就降至1億8000萬，最終近日以1億0500萬賣出，折合尺價18286。目前部分年約，部分交吉，而物業就係黎永滔喺2009年7月喺金融海嘯期間以7180萬買入，持貨超過16年，帳面賺咗3320萬，相等於升值咗46%。而黎永滔亦都喺上個月放售中環雲咸街30至32號雲咸大廈2樓鋪位，面積大約4200尺，連一個500尺嘅平台，意向價5000萬，尺價係11905蚊。而物業現時由西餐廳所承租，每月租金17萬，以意向價計算，租金回報有4厘1。而黎永滔夥拍大鴻輝持有收租超過20年嘅旺角大型商場文華商場，突然以公開招標形式放售，項目位旺角砵蘭街240號至到244號遠東發展旺角大廈地庫地下至6樓文華商場，喺朗豪坊對面，總建築面積94204尺，目前出租率超過80%。代理表示，租戶組合涵蓋國際知名連鎖餐廳、百貨品牌、人氣食肆。另外，項目佔地段不可分割業權超過68%，極具重建價值。目前市值大約20億，即係尺價21230蚊。資料顯示係黎永滔拍大鴻輝2004至到2005年間分階段買入上址物業，總共涉資8億6868萬。其後將佢改裝成文華商場收租，而物業喺2011年零售起飛期曾經放售，當時意向價係50億。另外，李根興嘅盛匯基金再出現大幅蝕讓，最新以650萬賣出深水埗欽州街11至到21號健身大廈地下17號鋪，建築面積大約670尺，尺價9701蚊。而鋪位係佢喺2022年9月以1249萬8千蚊買入，持貨3年幾，帳面蝕咗599萬8，相等於跌咗48%。而喺舊年年底，佢賣出同廈嘅19號鋪，面積大少少，有790尺，蝕咗678萬，蝕幅都接近一半。而健身大廈係坐落於深水埗欽州街同埋海壇街嘅大單邊。當時有指有業主放售一籃子嘅物業，而李根興旗下嘅盛匯基金就買入咗地下6個鋪位，總面積3914尺，作價7000萬，全部連約。而有9個住宅單位，實用面積5612尺，就由劏房專業戶潘解儀同埋陳鴻佳相關人士買入，呢度大約用咗3000萬。事後睇返做劏房嗰班人業務蒸蒸日上，反而李根興就大鑊。而私募基金機會資本喺2020年以98億4500萬摩頂由太古地產買入太古城中心1座，並改名為英皇道1111號商廈。近日提出展開擴建，將現有28層高嘅商廈加建多13層，去到41層，將總樓面面積增加3成，去到111萬平方尺。而擴建多13層，其中10層會用作辦公室用途，另外2層會用作機電設施，以及有1層會用作防火層及空中花園，並會對外開放。而喺擴建之後，商廈將會達至41層高。呢棟物業係貼近康山花園，前業主太古早喺2007年已經獲批加建19層嘅建築圖則，但未有落實有關嘅計劃，之後將全棟賣咗俾機會資本。
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